覺得係真係心情係好激動，因為首先提前完成咗學界嘅滿貫先啦，即係 A、B、C、D 組，即係我打嗰陣未有 E 組，係即係好似即係以前細個嘅夢想就係攞 A 組冠軍，即係而家感覺係夢想係實現咗，即係覺得咁多年努力嚟係真係冇白費。第一局就係打得比較緊啦，即係因為場地又唔適應，同埋自己多少都有啲緊張，即係表現得唔係咁好。之後第二局嘅尾段去到最後，我覺得都算發揮到自己水平。我覺得我俾自己85分啦，即係我覺得成個學界自己係進步咗好多，即係個心態處理同埋啲球路方面嘅，即係我覺得係突破自己咯。即係由四強都贏得好辛苦咯，都係第三局都係爭2分嘅啫。即係我覺得，即係心態已經處理得唔同。我覺得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咯。佢係技術好細膩嘅球員啦，即係我呢方面係冇佢咁好嘅，但係我即係可以喺其他方面彌補，即係佢係一個比較平均嘅球員啦。我優勢就係我進攻比佢好啊，即係我會個節奏比較快，即係靠佢拉吊嚟，即係靠我拉吊嚟尋找呢個機會去進攻啦。咁當然出年要衛冕先啦，希望同埋出年嘅2、3月有5公開賽啦，即係本地嘅，即係希望可以。上年我第4咧，希望可以更高嘅成績啦。好多都係贏緊2、3分，之後俾對手追翻上嚟咁樣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自己把握唔好，即係嗰個心態上面都係有時候就去到一個點嘅時候就會停咗落嚟，即係停止咗嗰個興奮。我覺得呢個係絕對需要提高，同埋一啲技術嘅固定，即係成日會打下就會次次都唔同，咁就唔可以咁樣，就個穩定性又冇咁多。好開心咯，其實因為上一年係爭少少咯，第3局領先緊，因為輸咗自己緊張啦。今年再重新咁踏入呢個決賽嘅賽場上面，跟住之後係有壓力嘅，但係好彩調整到，都最尾攞到冠軍，好開心。因為賽前線都有自己有信心嘅，同埋相對了解對手嘅情況，係自己係有優勢嘅，同埋都盡量放鬆嚟打咯，冇咁緊張咯。第一局係帶住領先緊頂住嚟打咯，第二局就11比10自己輸緊嘅，因為同埋個場比較跣，同埋唔係好習慣啦。之後都調整翻都 OK， 最尾都係帶翻住落去贏咯。因為細組都攞過 B、C、D 組都攞過，咁梗係想攞埋最後一年，同埋跟住高3畢業咯。如果相對青少年同埋學界嘅比賽嚟講，我會學界會重要啲，因為同時代表住2個身份，亦都係運動員同埋學生咯，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重要啲咯。同埋如果再出嘅話，就可能係全澳公開賽咯。希望年頭嘅全澳公開賽可以攞，因為上一年第3名啦，希望今年可以入到決賽啊！係啊，最後你落去，繼續今晚加油啊！今日睇佢嘅今晚。第一嘅多謝屋企人啦，咁佢今日全家入嚟支持我。不過今日就比較早完咗，所以有啲都睇唔到。跟住第二就係多謝教練啦，同埋學校同埋自己朋友咯。